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0月23，罗马书8章25节安尼讲：独咱若毋望迄个所无看见的，咱就吞忍听候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吞忍听候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监察阮的心思意念，阁赏赐圣神徛起伫阮心内的上帝。主啊，你知影人心所想的是啥物？因为阮伫舞台，你就互阮有倚靠的心。主啊，求你毋通对阮停止你的慈悲。愿你的慈爱甲诚实常常保护阮。主啊，阮常常为着明仔日在担忧，阮也常常将毋望放伫迄个看会到的，结果发现所看会到的，往往会改变，阁毋是阮应该去望的。愿你帮助阮，独阮若毋望迄个所无看见的，阮就着吞忍听候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伊应允咱，互咱所看袂到的，是真实的毋望，所以咱就伫伊面前来吞忍听候。愿主赐咱快乐，行伫伊的心意中间。耶稣听你，赐你